但係跟以下落嚟呢位人士相比，以前嗰啲直頭藥爆晒啊！佢吸食完毒品之後咧，居然直接去到呢個派出所向民警借煙。係啦，最後佢又有冇成功借到咧？偉良同你講講。當日晏晝，一名男子搖搖曳曳咁嚟到河塘派出所值班大堂，民警問佢係咪嚟報案㗎，但冇諗到男子充耳不聞。快點啊！真的，真的有危險的。太注意，小心幫忙，好不好？即係佢啊，有班人咧就一直係揾緊佢，攞啲長刀準備就要劈死佢咁樣。咩話？居然有人光天化日之下嚟到派出所追殺咁猖狂，民警馬上喺附近查看，但咩都見唔到。男子又做出一啲令人哭笑不得嘅舉動。係個煙抽，煙不抽，煙有什麼事啊？如果你不要打人家報警啊！這個煙。見到冇人騷佢，男子居然伸手向民警要錢。煙就給你抽了，你就不准用你的氣了，好不好？搞這個什麼情況？真的有事情，我電話都放在家裡面。跟住有個人我係同事啊，又要想話要俾佢120萬咁樣，佢想坐車翻屋企，唔係一定追殺到佢啫，就好麻煩咁樣。警察都很窮的嘛，哪有錢？呢個男子究竟係何許人也？唔通係專門過嚟派出所搞事嘅？民警好快就發現呢件事並唔係咁簡單。咁當時我行緊就聞到冇佢身上冇酒味，我心中就判斷應該係吸毒仔吸咗毒嘢，吸啲飯量多咧，有啲飯局。喺男子毫無防備之下，民警突然上前盤問，我就問佢：你今天是不是吃了豬肉啊？是啊，我這個手剛剛打的。看一下嘛，這是佢仲當時係攞啲手，即係攞隻手嗰啲用嗰啲俾我睇話，有啲針孔啊，有啲有咩俾我睇下，喺呢度我食咗豬肉就係可以反增脂肪素，就係即啲許肉因。冇諗到男子轉身就跑，而民警亦都馬上堵截，狂追咗近1公里之後，終於將佢控制住。佢當時好攔啲摩托車走，喺路上攔啲摩托車走，但係佢摩托車呢就見到佢又喺路中間攔，冇人睬佢。警察隨即帶佢驗尿，果不其然，K 粉、冰毒、搖頭丸均呈陽性，睇嚟佢唔單止吸咗一種毒品。據調查，呢名男子姓黃，由於吸食毒品過量，導致神經系統極度興奮，產生幻覺，隨後就跑到過嚟派出所胡鬧。對此，劉警官就話：佢當咗幾十年差，亦都冇見過咁哭笑不得嘅事。目前，黃某因為吸食毒品被河塘派出所行政拘留。今日晏晝。